立委林宜景的服务处因为最近接到各界善心，愿意出钱出力，表达对第一线医护人员的支持甲疼惜。上午还佫有自己简餐，一家人轻食加鲜自然茶饮，送一包便当甲饮料，予市立安南病院由立委林宜景甲服务处的执行长、业者代表来关检。疫情开始以来其实我们地方很多的业者真的是爱心一棒接一棒，然后源源不绝的来跟我们服务处来说，他们愿意透过我们的牵线来捐助给医疗院所。他们知道第一线的医疗院所的人员是最辛苦的，那他们想尽一己之力，所以今天再度集结了包括鲜自来，包括自己简餐，包括一家人简餐，共同来送餐盒跟饮料。希望透过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心意，可以给医护人员大大的温暖。那期待疫情赶快过去，那台湾社会赶快平静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除了餐饮业者的响应，另外也有台湾的留学生，因为看到国外疫情严重，主动表示愿意来捐款做爱心，精神使人感动。我们很兴奋的是，还接到英国的留学生台南的女孩，那她透过捐钱的方式，然后嘱咐我们服务处来去购买一些这个食物，来提供给我们第一线的这个医疗院所。那所以真的非常的兴奋，也非常的感动。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同岛一命的心。立委表示，这项的爱心活动是由业者主动来发起，对顶礼拜到现在已经送出500个便当加饮料，希望各界的善心会用来形成一种爱的循环，一帮接一帮，一直来传落去。台南新闻因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